周杰倫和比特幣糾紛嗱，唔好淨係睇八卦喎。嗱，呢度有3個商業 part 咧，先係大家要防嘅喎。今日咧就講下娛樂圈嘅塑料兄弟周杰倫同蔡威澤呢單億元新台幣嘅比特幣糾紛啦。嗱，裏邊藏住咩商業風險同行業警示咧？嗱，呢度入邊咧就涉及上億嘅新台幣本金啦，3400萬新台幣嘅退票損失啦，仲有企業嘅信譽危機喎，每一個點啊都值得老闆們嘅留意㗎。首先咧，我哋要搞明白今次糾紛嘅爭議嚇，呢個咧就唔係簡單嘅朋友借錢唔還，而係商業合作入邊嘅代持同委託理財之爭啦。周杰倫咧就話當初係叫蔡威澤代持比特幣，包括本金同收益咧都係要交翻俾佢嘅。但係蔡威澤咧就一口咬定係委託理財，咁最多就按實際嘅盈虧計算，賺咗就分，蝕咗就要認。嗱，呢兩個講法嘅法律邊界咧，直接就決定咗上億新台幣資產嘅歸屬喎。其實咧就係商業合作之前冇將規則講清楚，10年嘅兄弟信任喺真金白銀面前根本係抗唔住風險㗎。嗱，咁值得打問號嘅咧係個人投資風險點樣傳導到佢嘅企業咧？周杰倫呢邊咧就因為資金套路，原定7場嘅巡演就直接取消，淨係退票啊都蝕咗3400萬新台幣啦。而佢嘅公司傑威爾音樂唔單止咧要處理啲手尾，仲收到第三方合作夥伴嘅法院追討文件，公司嘅信譽咪平白受損咯。嗱，呢度就同所有老闆都提咗個醒啦，個人投資同企業經營咧一定要做風險隔離，如果唔係個人踩嘅坑，好可能拖埋公司落水㗎。然後我哋就講下加密貨幣呢個賽道嘅商業風險嚇，業內人都知啦，呢種糾紛要麼就私下和解，要麼咧就行呢個民事。但係比特幣呢樣嘢咧就太特殊啦，資金轉咗入呢個匿名錢包入邊，或者係用運幣器抹一下痕跡，就算係美國司法部嘅介入追翻嚟嘅概率都好低㗎。而且今次咧就牽扯出蔡威就可能用周杰倫嘅名氣拉投資啊，甚至涉嫌挪用款項等等，呢啲更加係商業合作入邊嘅大忌啊！用他人嘅信譽背書，再加上灰色操作，最終咧就會將所有人都拉晒落水啦。所以呢件事咧唔係花邊新聞咁簡單㗎，而係活生生嘅商業案例喎。信任咧就唔可以當商業合同用，個人投資咧要同企業風險劃清界線，而加密貨幣呢類高風險嘅領域更加要將呢個法律規則同資金流向緊緊夾住啊！如果唔係再多年嘅合作，再大嘅名氣都經唔住一次唔小心嘅投資翻車。